新时代好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欢迎收看《华视台语新闻杂志》。最近有一种流行，不管是开车、通勤，或者是运动，真侪人拢会挂耳机来收听到节目。但是因所收听无一定是广播哦。2020年，台湾吹起着 Podcast 媒体的新风潮。简单来讲，就是声音的节目，嘛会当讲是网络的广播。这个档案放去伫网络顶。 收听者会当想要听就听，想要停就停，嘛会当来点选到任何一集的节目，无受到播出时间的限制。制播者只要有一支的麦克甲简单的设备，就会当做家己的节目。台湾 Podcast 的元年，目前有啥物款的内容甲选择？制播者佮安怎做出着属于家己的特色呢？让报互乡亲知。 大家知道我的节目上常会专访一些新书的作者，有记者就质疑这个《纽约邮报》的可靠度。引用 Howard Marks 讲的话，我觉得他说：“你可以向他买一点啊。”台北车头人来人往，人是有够多，镜头阁是够侪稳定。这个通勤族嘛是将车厢挤甲甜。因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有真侪少年人拢挂耳机。到底因是咧听啥？欢迎收听百灵果 News， 欢迎收听古癌，我是谢梦工。你现在收听的是9M啦。今麦上情的 Podcast 这个词是为苹果公司的产品 iPad 加 Broadcast 混合而来。2007年后，这个风潮为欧美向全世界的扩散，听众会使透过网络来听自制网络广播节目。制作节目人就是 Podcaster。最早是给那个大家对于 MP3 的音乐的需求。那后来因为它是 MP3 的那个格式，它并不像传统录音那么需要有那个高的一个标准，所以慢慢的就很多制作人啊，或者很多人，大家就会把他平常的日常生活或什么会作为一个记录。 当2010年新冠病毒扫过全世界 ，CNN 早就开设 Podcast 疫情频道，要甲听众讲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像名人啊、偶像等等，嘛有家己的节目。像前美国总统奥巴马的夫人米歇尔，伊嘛邀请因阿兄上节目去开讲，声音结合影像部分的片段，一直面切宣传，完整的内容就是伫 Podcast 的播出。 My favorite family dish was fried chicken. I was gonna say that because every time I want mom to cook for me, it's always fried chicken, red rice. 随便应该打我的手机。好，凯莉，你大笑一下。好，我调一下，有点不够。好，再笑一次。你声音不要弄低了。好 ，OK 了。 欢迎收听百灵果 News， 这里是华语界最自由的双语国际新闻。Welcome to 百灵果 News, the freest international news podcast in the Chinese-speaking world. 我是凯莉 This is Ken. 我们会用百灵果双语的方式与大家聊聊世界各地有趣的新闻。 这个 Podcast 的风潮，2010年嘛扫过台湾，凯利 Ken 上人组合的百灵果新闻，讲的主题是一项收听率无悬的国际新闻。真难想到讲，因是伫平台排行榜的前3名，一个月收听人数超过100万。你忘记了吗？我们那时候就说要让大家想想世界各国看台湾角度是什么，然后大家开始讨论，然后开始想说，原来美国投出什么样的总统，台湾会变成什么样子？其实这很棒，因为我们真的会把内心的想法直接讲出来，让别的地方有其他经验的媒体人们转战 podcast 的时候，他们会把那边的一些习惯带过来。那就会跟听众对跟听众的距离感就这样子一起也带过来，很成功。然后怎么样，我都觉得明年都不知道我们会在哪。对啊。我们就很努力啦。我们可能会变成第3名，不会在第1名。接受访问时，两人配合了真好。2015年，因受到学院的启发，开始拍影片，经营卖场的专业，并且录制广播节目，内容同步上传到 Podcast， 不过人气一直拢无法度提升。只好呢，像白水同款，慢慢白到今仔日的成就。我们在直播的时候发现自己非常干嘛，那后来我们就其实这段期间我们都一直有在看美国的深夜脱口秀啊，或者是单口喜剧。对，其实那时候我们就特别去研究说人家是怎么样把新闻讲得很好笑。
随着国际变化，必然国新闻节目每礼拜更新3摆，依照网络平台调查，2礼拜台湾新增加100档的节目，年底总共有将近3000到4000档的节目。面对业余甲名人等等这强的对手，凯利甲 Ken 是真认真，个人建议持续的好好更新吧，因为很多人就容易断更。这很难啊。其实国外有台湾还没有的一些做法，其实像是国外的广播剧都很多都移到 Podcast 上面了，台湾都还没人做。那我们一直很期待有好的团队从广播那边，同时也开发 Podcast 专属的 Podcast 剧。甲广播比较起来 ，Podcast 随时会使收听，并且更有兴趣的内容。2020H1 台湾 Podcast 的产业调查报告显示，全台湾收听的人口已经有100万，其中将近一半的听众伫通勤甲厝内伫收听，每礼拜上少听5天，每一摆更加超过1点钟。长时间的接触，互因变成另外一种陪伴型的媒体。而听众年龄层占上济是25岁到35岁。123，麦克风测试，欢迎收听 This is Gladys。伊是2019年接无做电视新闻主播李婉如，买4000外块的麦克加本来笔记型电脑，以低成本、低条件方式进入 Podcast 的市场，伫因兜的书房就会使进行人物的专访。嗨，莫真姐，早安，早安，早安，谢谢。我们这边请坐。好。Hello， 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您收听 This is Gladys， 每周带给您不同的观点。大家知道我的节目上常会专访一些新书的作者，在今天我们就邀请到了一位我的超级好的前辈何莫真，莫真姐来到我们节目现场，跟大家打个招呼吧。晚上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安，大家好。所以我那时候其实是选择信任供应商，但是我告诉你，它就最大的痛，因为当供应商蓄意欺骗你的时候，你没有在第一时间先切割，然后把防火墙搭起来，你就会让那个危机整个涌进公司来。请较早量贩店的公关来讲危机处理等等主题，访谈除了录制 Podcast， 并且嘛同步的直播，增加听众的重视度。我就是 Podcast 之外，我还会在当然是脸书的宣传、直播的宣传，或甚至 Instagram 上面有我自己开了一个关于这个节目的账号，就是交叉的一个宣传。等于其实最终的着眼还是让更多人可以知道这个节目。在录完节目之后，我会稍微调一下音量。就是这种我很爱在节目中大笑，就整到自己就是把它输出，然后再上传这样。上传的平台，它的背后都会有一些大数据分析嘛，所以像我的听众比较多，就是在25到30岁或35岁左右这个年纪，然后大概一半60%啦会是女性，所以这就是我在选题取材的时候的一个方向。目前台湾的 Podcast 的制作成本差不多拢免1000块，而且超过90%以兼差为主。看好这块新南海前 Uber 总经理顾立凯创立本土的 Podcast 平台 Sound On。包括提供录音室，并且协助创作者开发自制节目。好，你这个田里面种出来的香蕉一定可以卖到15万，懂吗？它其实就是一个不会输的赌局，可是他就不用顾啊，不用顾啊，他就是只要必要的时候，最后面再请人1-2万请啊。持续的在增产，在扩编。那因为我们看到整个成长速度真的太快了，所以我们在这一块的布局来说的话，需要尽快找到更多对 Podcast 有兴趣的伙伴进来，来跟我们一起就是打拼。国外的一个教学，它 Podcast 制作已经融入到那个中小学的一个算是电脑或是一个视听的一个基本的能力，很多做作业都要用 Podcast 的形式来呈现。那我们如果说能够把这些导入到学习的一个过程当中，可以让这个更普遍。5G 如果将来能够呢更普及，所以呢相对它的那个内容下载的速度会更快。杨波东 Podcast 修正加入的时，所产生出来乱象，顾立凯甲学者嘛做善意的提醒。如果不管是创作家，或者是公司，或者是科技媒体等等的公司，都开始想要跳入来进来 Podcast， 那觉得说这个是下一个潮流，觉得说
不想要错过这个机会。但是我觉得他们原本不管是自己在整个产业里面的一个定位，或者是自己要做的内容的定位等等，都不见得有那么清楚。3名都是业配，在这1-2年突然就崛起，所以他们就开玩笑讲说，那个收费的费用早期他们并不知道怎么收，今年来讲，他们的费用突然就暴涨到那个一般网络上是说他们有到20倍啊。美国那边就是发展很久了嘛，所以有非常多，比如说更偏激的，很多人说我们没有，就是阴谋论者，就是地平论那种的啊，然后他们就很多，就是很多人，地球是平的，你知道很多人主张地球是平的吗？新媒体媒介管道真多元，伫资金甲人才一直加入的情形下，用听的去了解世界，耳的经济已经伫全世界流行。随着台湾市场规模一直咧扩大，嘛会成事讲变怎提升内容，避免乱象百出。你今日敢有 Podcast？因为这个风暴已经来啊！